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看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逢大庆死亡，亲手山上铁野，讲因为伊的妈妈信统一教，信甲弄家线体。安倍甲这个宗教的关系阁真好，伊真怨恨，才会替安倍来拄笑。来讲，这个统一教会是韩国的宗教家文鲜明所创立的。上界重要的教义就是人类社会稳定来自家庭，所以有帮信徒来配婚的制度。甲你配着食，你就爱甲食结婚。虽然无一定拢是介意的对象，但是因为有同款的宗教信仰，所以结婚了后幸福美满的占多数。嘛因为安尼，所以统一教得到袂少政治领袖的信任。若伫咧咱台湾嘛有统一教的分会。有统一教创始人文鲜明的见证，正亲对新人正式结婚，这就是源自南韩的统一教。1987年台湾宗教自由了后，统一教伫咧台湾冇分支，而且大多数加入教会台湾信徒拢会分配予台湾人。这之前我们有接受一些健康检查，比如说里面的地中海型贫血症，因为会影响到未来生育子女的这个因素，所以我们有做这个检查，身高、体重、学历。有台湾网友分享，伊较早一个查某同事。要参加统一教，唔但喺直教上课做志工，配对成功了后，卖继续做志工，回报教会。因为翁某两个人信仰生活相像，所以婚姻真幸福。另外，有网友分享，家己的同学要参加过统一教会，不过含配对小姐未下，大个月照教会约会一摆，买翕相做证据。不过相片内底小姐从来没笑过，被同学才刷刷去，无个继续甲伊来往。合适的对象啊，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现象。而宗教领袖可能也察觉到这个现象，他们在宗教教义的支持下，他们认为要帮这些青年男女做集体婚配。他鼓励人类社会的稳定是在于家庭价值，而这种说法赢得了很多信徒的认同跟支持。统一教即马改名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，是韩国宗教家文鲜明创立的，信徒坐要180多个国家，小名就是团体婚礼仪式，逐摆拢正清正万对新人参加。到上日本最近发生危险的代志，不过宗教老师呼吁，莫甲这个宗教团体合作邪教，应该爱互相尊重、互相包容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